这就是万门考核，踏入仙道的第一个门槛。宇宁朗，旭日城少城主。哦，宇宁朗，旭日城少城主。好的，收录。多谢。少名大黎龙渊省少省卿。嘿嘿，诸位不知啊，唉，现在这些外门考核弟子，少名大黎龙渊省少省卿，只有一件下品灵器。下品灵器，你怎么不去抢？你们。算了算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总比什么都不知道强啊！咱们羽化门外门子弟考核啊，越来越不像样喽。龙源方家，方寒。是方寒，今日好看。岁城恶战呐！哦，方家子弟，收录，进去吧。方家的人已经进去了，你自己也抓点紧吧。多谢。没错，好见。好的。莫泽，大尊松岩侯，小侯爷。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呀。此殿封来的，他是方清雪的人。听说今日有考试，又是那个方清雪。是啊，就是那个刚晋升真传，就一言不合杀了8名弟子的方清雪。就这你也敢拦？啊？莫泽是吧？大尊松岩侯小侯爷。好的，收录。掌教眼里的红人，什么？你有几个脑袋啊？连掌教都站在他这一边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些人都是各大王朝的王公贵族，现在却要和我经历同一场考核，我可要……方寒，红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不会是专门来看我的吧？不，是我家大小姐，她给了我一个外门弟子考核的名额。切，你家大小姐真是待你不薄。什么？你家大小姐跟你有仇吗？哎呀，说什么胡话！她可是方家唯一一个没有把我当家奴看待的人，还很器重我。胡说！那她怎么会让你来送死？你自己几斤几两自己不清楚吗？听我的，快走快走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